係大家好啦，今日咧我哋都會講一講特朗普咧會帶嚟呢個投資嘅咩新部署咧。咁特朗普咧就喺黑天鵝爆冷啦，就成為咗新一任嘅美國總統啦。落敗者咧希拉里咧就聽講啦，就痛哭流淚嘅，遲咗一日咧先發布呢個嘅敗選聲明。希拉里嘅挫敗咧，對佢自己嚟講咧，其實都充滿呢個委屈㗎，因為佢做咗廿幾年嘅功夫，出身啊、學歷啊，令到佢呢個政治經驗咧，其實個閲歷都好豐富嘅。其實好少人會好似希拉里咁嘅。咁加上呢個華爾街同埋呢個廣大嘅傳媒支持啦，應該係無懈可擊㗎。竟然咧係輸咗喎，真係其實都幾意外下嘅。其實令人意外嘅咧，唔單止呢樣嘢，仲有個市場嘅。特朗普咧當選咗呢個美國總統啦，但係美國嘅股市咧就冇呢個股災喎，而係變成屢創新高啦。債市嘅出現咧喺當選後，債價咧就全線下挫啦，資金咧正喺度大手由呢個債市流出，債息咧係全線上升嘅，反而係呢個避險資產大跌啦。黃金由呢個大選日高位啦，就相差咗120美金喎。特朗普咧只係當選而仲未做出任何嘅政策改變咧，而令到呢個市場咧翻雲覆雨嘅。咁特朗普嘅政策咧，而家講下，目前咧呢個市場估計特朗普嘅政策咧係會針對民主黨嘅錯誤而嚟㗎，唔會再依賴呢個寬鬆貨幣政策推動呢個經濟啦，改為呢個嘅財政政策咧救經濟嘅。當選前咧已經揚言話要大搞基建㗎啦，同時咧亦都大聲講咧要大力打擊呢個非法移民啦，趕住呢啲黑工啦，只會聘用一個當地嘅美國工人啦，咁樣咧其實會推高咗建築工人嘅工資嘅，同埋咧呢樣嘢咧係會帶動咗美國嘅基層工人工資嘅增長嘅。咁其實咧最重要咧大搞基建咧啲錢喺邊度嚟咧？政府咧最簡單嘅收入咧當然係稅收啦。特朗普搞基建咧益咗一班工人嘅，但另一方面咧不但冇加稅啦，仲基建開支埋單喎，仲建議大幅減稅啦，希望海外嘅企業咧可以翻嚟美國嘅。呢個嘅政府開支增加啦，收入咧係減少咗㗎。除咗呢個財政嘅赤字大升之外咧，仲會推動咗通脹嘅。按呢個嘅特朗普嘅方程式嚟睇啊，又會點去埋單呢？特朗普咧早前提到一個節省開支嘅方法，就係將海外嘅軍事支出減少，同時咧向一啲要保護嘅國家咧去收取一個保護費嘅。如果出現保護費唔夠支付呢個開支咧，就用發債去支付嘅。勞工階層咧受惠，但咧風險其實係存在嘅喎。目前估計咧，特朗普嘅政策啦係一個務實嘅政策嚟嘅，佢希望大力投放資源喺一個實體嘅經濟啦，去激起呢個通脹同埋呢個經濟嘅，亦都最能夠咧令美國嘅低下層受惠嘅一個形式嚟嘅。但唔好忘記啦，目前嘅美國政府嘅債務咧個上限咧係18萬億美元嘅，佢目前嘅政策咧將會令到呢個美國嘅財政赤字啦，同埋呢個政府嘅負債大幅上升，再行呢個發債利息或者呢個嘅成本咧係點樣去平衡咧？會唔會再度觸及呢個債務嘅上限咧？特朗普佢個人咧可以破產多次，但係美國咧係冇可能㗎啦。咁而特朗普當選之後啦，債價咧係急跌嘅，而呢個債息咧係不停咁樣升嘅喎，顯示咗投資者咧正喺度大手沽出呢個債券啦。咁其實市場利息咧喺呢個美聯儲局咧仲未加息前已經係咁升啦，係提前反映未來嘅市場對於美國債台高築嘅疑慮嘛。同時咧，預計呢個特朗普嘅執政後嘅政策啦，其實從而進行緊一個資產大執位㗎，喺短時間內咧追求呢個高增長去投資呢個股市嘅。喺呢個未有正式加息之下咧，撤資情況咧係呢個咁如此嚴重嘅流入股市啦，反映呢種升浪咧極度係脆弱嘅。只要特朗普咧講句唔加息咧，股市可以快速回調嘅。金價隨時咧會嚟一個極速嘅大反彈嘅。
將來咧，特朗普政策或者有需要大量咁樣發債啦，按理咧係唔利好呢個嘅美元匯價㗎，從而推高咗通脹啦。其實黃金會唔會因為咁樣而成為咗美元嘅貶值嘅對沖產品呢？根據上一次嘅加息經驗啦，美股喺呢個宣布加息短線見頂後咧，大幅咁樣回調嘅喎，差唔多時間啦，黃金見底咧，同埋之後咧大幅咁樣上升嘅。咁我自己咁樣睇啦，我覺得咧再次出現呢個機會咧係幾大㗎，但咧嗰時嗰刻個價格咧亦都要小心去衡量下。因為市場對於加息嘅憂慮咧幾時爆發出嚟咧，其實真係好難預測啦。另外一點咧，可能有需要注意咧，就係經過近日嘅債市恐慌啊，聯儲局可能暫時唔加息咧，都係有可能㗎。因為債息咧再急劇咁樣上升啦，對於整個市場咧，其實個影響咧都幾劇烈嘅。但係咧，唔理加唔加息與否啦，其實咧似乎咧對呢個嘅黃金有利嘅。加息咧，由於個消息已經提前消化啦，利淡過後咧，不利呢個因素咧消除後利好啦。唔加息咧，因為首要咧係顧及呢個市場嘅風險嘅，亦都可能係一段長時間咧會俾呢個市場左右啦。特朗普政策咧推出帶同呢個美國債務增加咧，美元貶值啦，通脹升溫啦，黃金受惠嘅。無論如何啦，特朗普上台咧係帶嚟呢個重大嘅變數嘅。近日出現嘅市場情況咧，究竟係短期嘅炒作啊，抑或係一個大波浪嘅開始呢？咁特朗普咧所屬嘅共和黨能夠同時控制參眾兩院啊，有利去施政嘅。但美國嘅債務咧卻唔係一時三刻可以解決嘅喎。特朗普上場咧即刻改變咗呢個美國利息嘅預期。之前咧係預計咗美國嘅10年國債咧升上咗2厘嘅。咁其實目前咧已經達標㗎啦，環境改變咧，難保國債嘅息率咧唔會繼續上升嘅。萬一出現呢種局面咧，或許咧有新嘅危機出現啦。咁今日先分析咁多啦，咁下個禮拜繼續啦。